大家好。呢幾日咧，美元就有啲幾大嘅震盪啦，或者其實都唔係呢一排啊，個高位咧就出現咗喺舊年嘅12月。美元指數咧當時嗰個數值咧就係110，咁而家咧就係99啊，即係跌咗大概10%左右。即係反映咗其實個 market 咧喺度沽緊呢一啲嘅美元，換取其他貨幣。有趣之處咧，就係而家你見到美國嘅股票啦、債券啦，同埋美元指數咧，就係同時下跌啦。通常咧，大家呢個全球世界各地咧，都會覺得美元係一個嘅避險資產。咁你逢親遇到乜嘢嘅環球性嘅災害啊，或者戰爭等等咧，其實都會流向呢個嘅美元嘅一啲資金。咁日元就係其次啦，都係一個嘅國際流通貨幣，都係一啲嘅避險資產。但係今次個奇怪就係你債、股同埋呢個嘅美元指數咧，就係同步下跌。其實反映住一個現實咧，就係大家咧將嗰啲錢咧就由美金轉到去其他嘅貨幣或者資產，包括呢個嘅黃金。當中嘅邏輯關係咧，我諗就有好大機會就因為特朗普咧就干預呢個聯儲局嘅一啲嘅操作啦，即係不論佢要求佢減息啦，定係抑或係要求呢個鮑威爾落台咧，其實都有啲嘅跡象顯示啊，呢個聯儲局咧就不再係獨立於美國政府。因為普遍我哋一般人啦，對於聯儲局嘅認知咧，就係佢係負責穩定呢個物價，由呢個操縱嘅貨幣供應嗰度去到做呢件事啦。但係今次咧，你見到美國未來有機會陷入通脹嘅危機嘅情況下，特朗普咧仍然強力咁要求聯儲局去到減息。呢個咧就違反咗咧一般我哋傳統對於聯儲局嘅印象。大家都覺得聯儲局咧未來穩定物價嘅呢個功能咧就有機會係冇咗，所以大家咧就對美元咧就產生咗一定嘅信心危機。所以咧導致到美元指數咧就由高位咧跌咗而家差不多1成。大家都知道啦，美元係一個即係全球通用嘅貨幣啦。特別佢有美國政府強大嘅軍力 backup 底下，其實大部分人都會相信呢一個嘅貨幣。但係美元作為一種信用貨幣啦，我講下咩信用貨幣先啦。信用貨幣就係佢冇一個嘅實質價值，冇一個嘅內部價值嘅。即係譬如我哋之前喺信用貨幣被發明之前咧，其實我哋係用緊一啲嘅金屬貨幣啊嘛，包括金啦、銀啦，甚至係銅。呢一啲嘅貨幣咧，其實佢係有內在價值嘅，唔係實質價值，係即係有內在價值加實質價值。但係去到今時今日，我哋用開嘅一啲嘅信用貨幣咧，佢係淨係有呢個嘅實質價值，但係咧就冇一個嘅內在價值噶嘛。因為其實嗰一紙嘅貨幣咧，其實都係大家俾信心佢，或者嗰個政權咧賦予佢信心，我哋大家只會相信佢嘛，並唔係一啲嘅黃金啊、白銀啊，佢哋喺先天個儲藏量上咧有一定嘅限制。就算你政府點樣去打壓佢啊，點樣去抬舉佢啊，個市場咧終歸會俾翻一個合理個定價咧，嗰啲嘅金屬貨幣。呢一個咧就係信用貨幣同一啲嘅金啊、銀啊作為貨幣不同嘅原因。講咗咁多咧，其實想做個引入，就介紹一本書咧，就叫《白銀帝國》啊。個副標題咧就係叫做《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個作者咧就叫徐瑾，喺2018年出版呢本書嘅。當年呢本書出版咗之後咧，喺網上邊咧都引起咗好大嘅迴響啊！事關佢用一個比較好現代經濟學嘅角度咧，去到解釋翻中華嘅呢一段歷史。點解中國會行信用貨幣失敗，去到最後咧，只能夠係成為一個所謂嘅白銀帝國，失去咗貨幣嘅發行嘅權力咧。因為當中佢個邏輯就非常之通順，而且佢就對比咗外國嘅一啲嘅情況啦，即係佢點解可以英國可以由呢個嘅金本位嘅制度，就慢慢發展到而家今日英鎊嘅制度啦，而去做
攞呢個咧就同中國咧做一個嘅對比。好，咁呢本書咧，我就即係由頭到尾同大家講一講啦。其實開頭佢嘅第一章咧，就簡單講一講佢本書嘅總論啊。咁然之後第二三四部分咧，就係講翻唔同朝代嘅一個嘅情況，就由呢個嘅宋朝講起啊，一路講元朝啊、明朝啊、清朝啊，一路嗰個中國咧貨幣史嗰個演化。咁條片咧，我就主力集中喺第一 part，咁啊先講講嗰個嘅總論係啲乜嘢嚟先。咁啊，首先咧要了解呢本書咧，我哋首先要有個諗法，究竟係乜嘢係貨幣？咁我哋讀中學 DSE 咧，我哋有個對於貨幣有個定義啊嘛，就叫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咁其實咧，呢一個嘅定義咧，最緊要就係普遍接受啊嘛。咁然之後大家都 accept 咗呢樣嘢可以做交易嘅，做 trade 嘅，咁咪同你去到換咯。咁其實人咧本身係用一個嘅貨物去到交易嘅。咁我哋讀即係經濟學都知啦，開頭係叫 barter 嘅社會啊嘛，即係你嗰件貨啱嘅，譬如你要蘋果，我話要你嘅，咁啊大家咁咪去到交換咯。咁但係咧就慢慢出現咗個情況，喂，你要蘋果，咁啊但係咧我就唔要蘋果喎，但我有啲貨物，例如你咧係呢個幾適合你嘅喎，咁我就想俾個你，但你咧就冇嘢同我換啊。咁慢慢咧大家就出現咗一啲可能有價值啲嘅一啲嘅叫做嗰個時代嘅貨幣啦，例如係一啲嘅比較罕見嘅金屬啊，或者係貝殼等等。咁呢樣嘢咧就係貨幣出現之始啊，即係開頭咧佢點樣會出現？咁開頭咧，我哋人咧都覺得一啲比較實用啲嘅嘢咧，或者係個供應少啲嘅嘢咧，大家先覺得有價值啊嘛。例如啱啱提過嘅一啲金啊、銀啊等等啦。咁啊，但係咧之後就發現咗咧，有啲人就覺得，喂，攞住呢啲咁嘅金銀去到交易咧，都係唔係好方便啊？例如你交易一啲好貴重嘅嘢，唔通即係成車金、成車銀運過去咩？咁當中嘅成本咧好高咁啊！你運輸又要成本啦，途中你可能遇到一啲山賊，咁你又要承擔住冇咗嗰啲金銀嘅風險啦，或者你請保鏢咧，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嘅額外嘅成本。咁所以慢慢有啲嘅商人咧，就立一啲嘅票據啊，咁啊呢啲票據就係基於一啲嘅信用，即係憑嗰張票據咧，你就可以喺我屋企呢個地方咧攞到 N 咁多數量咧嘅金銀嘅。咁佢就攞住呢張票據咧，同人哋去換取一啲嘅貨物。咁而嗰個人咧，亦都基於你嘅信用咧，佢係相信呢一張嘅票據，咁啊先將件貨交咗俾你，然之後再攞嗰張票據咧，去某一個指定地方，例如你屋企咧，去到換嗰個嘅金銀。咁呢一個咧就係信用貨幣出現之始啦，就唔係啱啱講嘅一啲嘅實物貨幣。咁啊，出現咗呢信用貨幣咧，咁大家就慢慢承認呢一種嘅貨幣啦。因為攞咗嗰個信用貨幣嗰個人咧，其實佢本身都可以去啱啱同佢做交易嗰個人咧嗰度去攞一啲嘅金銀嘅。咁但可能佢又有另外啲貨要買，佢就將嗰個嘅信用嘅票據咧就交咗俾第二個人，然之後嗰個人咧亦都係不停喺度重複以上嘅故事啦。即係嗰張票據就喺嗰個市面上啊就流通，就慢慢形成咗今時今日咧嘅信用貨幣。嗱，咁呢一個咧就正正係喺中國宋朝發生嘅一個嘅情況，因為宋朝咧其實都出現咗兩種嘅信用貨幣，分別係交子咧同埋會子。交咧就係交通個交，會咧就係學會個會啊，會字。咁呢兩種嘅貨幣咧都係信用貨幣嚟嘅，咁但係出現嘅情況咧就各有不同。交子咧就出現喺四川屬地，咁啊由啲商人啊、市民咧自行發行嘅，即係佢係利用個人嘅信用啦，發行呢一張嘅票據。咁但係慢慢咧個市民大眾啊、個市場咧都接受咗呢一個嘅票據。咁而匯紙咧就係政府咧負責發行嘅，因為當時咧其實中國咧就係用一啲銅錢咧去到做交易，咁但係中國咧就唔係一個好有多供應嘅產銅國啊嘛，咁嗰啲銅錢其實都係嚟自外地，咁啊政府就慢慢發覺，喂，嗰啲銅錢有啲供應不足喎，唔係好方便政府收稅啊，或者嗰啲商人咧就做生意。
咁啊，政府呢個做法係點樣樣咧？佢就將一啲嘅銅錢咧就擺喺政府嗰度做儲備，咁然之後咧就發行一啲嘅枚紙，即係嗰一個嘅啱啱提過嘅信用貨幣啦。咁而嗰個嘅枚紙咧，即係只係某個人攞住的話咧，都可以憑票啊，去到政府嗰度咧就換翻一啲嘅銅錢。咁啊，大家咧就慢慢相信咗咧呢一個匯紙咧就作為一個嘅流通貨幣，因為佢好簡單，能夠換到真錢翻嚟啊嘛，所以大家咧都慢慢相信。但係咧，中國係一個咩嘅情況咧？即係個皇權至上嘅一個嘅情況喎。即係佢個皇權咧，從來冇同嗰一個嘅貨幣發行機構咧係分而治之嘅。咁分而治之有啲咩嘅例子啊？咪就係美國咯，美國隻聯儲局 suppose 係獨立噶嘛，咁只不過係而家近排特朗普有少少手影向聯儲局咧進行干預，就覺得咧聯儲局係有機會唔因嗰個嘅通脹情況咧而決定加減息啊嘛，咁呢個咧係影響咗美元嗰個嘅信心危機。咁但係咧，呢一個嘅情況喺中國古代就更加嚴重啦，因為一路覺得皇權係至上嘅，所有嘢都應該係嗰個嘅皇帝或者皇室咧去到決定晒。咁啊，所以咧，往往面對住一啲嘅財政危機，咁啊，例如喺宋朝嘅情況下啦，你面對住金兵南下，使好多嘅軍費啊嘛，佢永遠都係忍唔住手咧，去到濫發嗰啲嘅自己發行嘅信用貨幣。咁最後咧，導致嘅情況就係通脹急劇飆升啦，冇人再相信嗰啲嘅貨幣啦。咁呢個情況咧就唔係喺宋朝先會出現嘅，喺元朝就出現過啦，明朝就出現過啦，或者去到近代啲啦，呢一個嘅民國政府喺1940年代都發行過呢個嘅金元券噶嘛，個金元券個定位其實都係信用貨幣啦，咁啊希望喺中國廣大嘅地方流通。但係最後咧，面對住國共內戰，佢都要係不停喺度濫發，去到叫榨取嗰啲嘅民眾嗰啲金錢啦。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嘅搶錢行為，往往嗰一個政府咧都係忍唔住咧咁樣做，去令到咧嗰個貨幣咧自己發行嘅貨幣咧就係崩潰咗。咁但係咧，你諗一諗，有啲乜嘢嘅 alternative 係可以政府又揾到錢，但係又唔需要濫發貨幣咧？其實咧就都幾睇嗰個政府咧忍唔忍得手，或者嗰個嘅貨幣發行機構咧係有冇呢個知識啦，或者佢有冇獨立出嚟。咁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你可以發行債券，即係你用翻自己發行嘅信用貨幣作為單位，然之後再發行債券。咁你睇翻啲歷史咧，西方就係行咗呢一條路，即係你自己發行嗰啲貨幣，你唔夠使喎，咁你咪發行債券咯，去到借債咯。咁而中國咧就往往係面對住咁嘅情況，就選擇咗前者，即係濫發貨幣，佢就冇選擇去發債，去維係翻咧佢嗰個貨幣嘅購買力同埋信用。咁所以佢就永遠咧就棘住咗，唔能夠將嗰個嘅貨幣成為嗰個國家流通貨幣嘅一個嘅原因。咁當然都有第三個方法嘅，即係除咗濫發貨幣啦、發債之後咧，都有第三個方法嘅，咁就係徵稅。咁但係咧，你要知道徵稅咧，從來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咁啊，事關咧，你要知道某一啲 party 咧賺到幾多錢咧，從來係非常之困難嘅。譬如我哋講今時今日嘅一啲嘅例子啦，香港好多嘅一啲企業，喂，講真，一啲咩偷稅漏稅，經常都會出現啦。即係例如做咗100萬生意嘅，佢就話自己做咗50萬，明明賺到50萬嘅，佢又話自己賺到10萬。咁啊，你交個利得稅咧，就自不然少啦。咁仲未講香港係用現金其中一 part 作為交易嘅地方咯，當然都係電子交易啦。但係有現金呢一 part 咧，就有個空間咧，俾嗰啲人咧去到偷稅漏稅。咁你諗下古代嚟講咧，嗰個會計仲冇今時今日咁發達啦，所以就好容易咧，就有呢啲咁嘅瞞稅嘅情況出現。咁所以你見到古代嘅帝王啦，特別喺宋朝之前咧，係重農抑商。咁其中個原因就係你農業有幾多產值，喂，一眼睇晒啦，個田地喺你面前，全部都係實質嘅嘢嚟噶嘛。你呃極咧，其實就有個譜嘅。
但係你啲商人咧，喂，你來來回回你走商嘅，由 A 地方運去 B 地方賺咗好多錢，但係咧你嗰個錢就完全冇上報，咁啊政府咪收唔到你稅咯。咁所以其實中國重農抑商咧就唔係一個好即係線性嘅意識形態，而係有佢嘅一個嘅實質嘅需要喺度。咁所以你見到漢朝咧，都係將嗰啲鹽鐵酒去到專賣啊嘛，即係佢就唔俾呢啲商人去做啦，全部呢啲咁嘅揾到錢嘅生意咧，都係政府去做，佢就唔能夠咧將呢啲生意外判咗俾啲商人，然之後去收稅，因為佢哋一定係瞞稅。咁啊，但係咧去到宋朝之後咧，呢個情況就好少少啦，因為嗰啲嘅會計嘅方法咧就改善咗啦，甚至講我哋去到今時今日嘅中國，即係全部基本上你日常嘅交易都係用嗰啲支付寶啊、微信支付噶嘛，基本上你就唔能夠咧逃避到呢個嘅中國政府嘅法眼。咁所以其實都解釋咗點解中國而家咁鼓勵咧一啲嘅商業活動。嗱，咁繼續講落去啦，即係你啱啱就提到話宋朝啦、元朝啦、明朝其實都有發明一啲嘅信用貨幣啊嘛。呢個宋朝啱啱提過就係呢個嘅交子同埋會子。咁但係咧呢幾個朝代咧個結果都係嗰個嘅政府突然間有啲嘅財政需要，就揀上咗呢條嘅不歸路，即係濫發貨幣嘅不歸路。咁啊最終咧導致咗嗰一個嘅貨幣系統咧就崩潰。咁你個問題就嚟啦，喂，咁你嗰啲信用貨幣冇咗之後，咁嗰啲市民用啲咩做交易咧？嗱，呢個咧就生命咧就自己會揾條路嘅。根據嗰個侏羅紀公園嗰套戲所講，咁你啲人咧就自己會揾翻一啲有價值嘅商品咧去到做交易。嗱，咁當日咧就呢個嘅歐洲就發現咗新大陸之後咧，其實喺南美咧，墨西哥呢個地方就有好多嘅一啲嘅銀礦，咁你成個世界咧就嗰個嘅銀產量咧就大增，咁但係呢啲嘅銀礦咧就當然距離中國就好遠啦。咁但係中國咧有個強項之處咧，就係佢好多嘅一啲貨品咧係西方係好需要嘅，或者係亞洲嘅一啲貨品咧，西方係好需要嘅。咁啊，例如一啲嘅香料啦、茶葉啦、蠶絲啦、瓷器啦等等。但係反而咧，西方嘅一啲產品，中國就唔係好需要。咁但係你要同中國啊、亞洲其他地方換呢啲產品，你當然要有啲嘅值錢嘅嘢啦。咁所以佢就叫做傾銷咗啦，一啲嘅喺南美所產出嘅一啲貨幣咧，就俾中國。咁漸漸咧，就中國咧嗰個嘅白銀存量咧就非常之多，即係不論係政府嘅存量啦，或者民間商人嘅啲存量咧，都非常之多。而呢樣嘢咧，都俾慢慢嗰個市場大眾接受咗，因為佢係一個嘅有價值嘅貨幣啊嘛，有價值嘅嘢啊嘛，亦都係唔會俾政府濫發。咁所以就中國就慢慢變成咗一個嘅白銀帝國，即係不論係呢個嘅宋朝嘅尾期啦，跟住去到元朝嘅貨幣崩潰或者明朝嘅貨幣崩潰之後咧，其實都個社會咧就自己接受翻咧，用白銀咧去到做交易，一路去到清朝咧都係咁嘅樣。咁但係出現咗個問題就係你失去咗嗰個嘅貨幣發行權啊嘛，你只能夠咧係任由個市場嗰啲貨幣即係白銀啦自由流動，你唔能夠透過某程度上即係而家我哋現代貨幣學嗰啲量化寬鬆啊、加減息嘅一啲手段咧，去到改善嗰個嘅經濟。咁即係簡單嚟講咧，你個政府就被閹割咗你嗰個嘅貨幣嘅權力。咁但係你反觀外國嘅一啲情況啦，即係英國咧就係本身係呢個金銀本位啦，之後再進化成為金本位，咁然之後咧再發行英鎊咧，就同呢個嘅黃金咧掛鈎。咁慢慢咧嗰個嘅市場咧接受咗用英鎊咧去到做交易。咁今時今日咧就係美金啦，美金本身都係同黃金掛鈎，但係呢個嘅布雷頓森林經濟體系崩潰咗之後咧，就變成一個自由流通嘅貨幣啦。雖然佢有一個好急速嘅下跌，但係咧佢個因為市場都接受咗呢一個係一個通用貨幣，所以佢跌到某一個位咧，其實叫有一個承接力啦。咁一路就發展咧，去到今日就繼續佢一個嘅國際嘅貨幣地位。
咁當然啦，呢個亦都歸因於美國嘅國力嘅強大啦。咁啊，大家都係叫做半被逼、半自願嘅情況下咧，就接受咗呢一種嘅貨幣。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佢都經歷咗一段時間咧，係由即係掛一啲嘅金屬嘅信用貨幣，去到臨尾就完全就脫鈎。咁但係中國呢個情況就係往往就係棘住咗，佢係發明到信用貨幣。咁啊，亦都係同一啲嘅金屬有一定程度啦，或者一段時間嘅掛鈎。咁但係咧，臨尾就亦都係因為濫發，咁啊發展唔到去完全即係冇同任何東西掛鈎嘅信用貨幣。咁啊，所以就中國嘅情況咧就係咁樣樣。嗱，咁呢本書個總論咧，我大概講咗出嚟啦。咁下一段片咧，我會再聚焦去到講一講咧，究竟每一個朝代喺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個情況咧，究竟係點樣樣？永遠點解都係走唔出嗰一個嘅瓶頸咧？即係成功發行咗信用貨幣，或者有啲情況係有借債嘅情況出現啊，但係永遠都係臨尾日走上嗰個嘅濫發之路。咁究竟每一個朝代，我哋用放大鏡去睇佢嗰個嘅細節，究竟係點樣樣咧？喺下一條片咧，我將會同大家交代一下。咁亦都會有啲嘅後續精華啦，喺 Patreon 嗰度啦，嗰啲就會再係另一啲關於呢本書嘅題目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咧去嗰度聽一聽嘅。咁希望大家能夠COS 啦呢個頻道啦，即係訂閱、讚好同埋分享咧俾你身邊嘅朋友。咁今條片咧就暫時去到呢度先，多謝各位啦，拜拜。